今日咱正课表的经文来到马太福音第10章第24节到39节，吼。这段经文，有人讲嘿，好像没有什么连贯吼，拢是像京剧型安尼讲的，其实无吼，其实是介清澈的一个段落吼。咱一开始吼，为头前来看，吼，伊讲学生24节，学生未搬过先生，奴仆未搬过主人，吼。意思是啥物货？即句话毋是咧否定咱有一句话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咧讲啥物代志？咱若讲“青出于蓝胜于蓝”，啥物意思？讲这做学生的比老师安那较厉害吼，那这不是在否定这个意思的哈。这个是在讲身份呐哈，地位，哈，身份地位哈。学生未搬过伊的先生，啊，奴仆未搬过伊的主人哈。伊讲若是亲像，就有够野啦哈。就是讲学生亲像先生，啊，奴仆亲像伊的主人吼，安尼就有够野。伊是咧讲啥？伊重点是要讲下面即个概念啦，就是讲吼，人既然叫主家做贝西卜吼，那个是一个鬼的名，魔鬼的名字吼，鬼王吼，啊，何况叫伊家内的人吼？意思是说，耶稣你讲，我得已经去互骂甲臭头啊！你们不要想怎么样，你莫想讲恁会无代志啊！啊，有清楚耶稣意思无？喏，恁是跟对我的人吼，我若去互骂啊，你嘛安那？你嘛赶快会互骂啦吼。所以这段经文为遮开始，我们要抓清楚耶稣要讲，吼，你若要跟对主耶稣基督，你会付出你代价吼。你看耶稣基督伫即个世上，伊受啥物款的苦吼？啊，你若要跟对伊的人吼，毋通甲当做这一个介轻松的代志吼。所以他说，学生未搬过伊的主人吼，奴仆未搬过伊的学生未搬过伊的先生吼，奴仆未搬过伊的主人吼。好，下面这段经文吼，其实这段经文伫路加福音12章嘛有写吼共款的经文，啊，毋过其实意思无共款吼，意思无共款。咱看遮吼，伊讲吼，无有较密吼，后来无录出的书。啊嘛无有隐密，后来无互人知的吼。这段经文若是伫路加福音吼，伊是咧讲啥？伊是咧讲吼，恁伫暗中讲的代志，会安那？会互显明出来啦吼。啊，毋过伫马太毋是即个意思吼。马太意思是讲，咱来看经文，伊讲吼，马太是第10章吼。马太意思是讲，我伫暗中甲恁讲的，恁就伫光明的所在讲出。这个跟我路加一不一样？路加是讲，恁伫暗中讲的，后来会伫光明安那会互讲出来。啊，毋过遮耶稣是讲，我伫暗中甲恁讲的，啊，恁就安那，就伫光明的所在讲出。啊！伫耳孔讲互恁的，互恁听的，啊，就伫厝顶传伊吼。这个完全不是在讲说吼，路加福音是在说你伫暗中做的歹代志吼，总有一天会怎么样？会显明出来吼。马太福音毋是咧讲这，马太福音伊的意思是讲吼，就是那我之前咧讲迄个奥妙迄个概念，奥秘是什么概念？什么是奥秘？看起来是奥秘哦。意思是讲哦，无迄种上帝甲看起来的代志吼，啊，一直拢无安那，没有启示出来的啦吼。所以你要用这个概念来读迄个马太福音才会清楚。伊讲哦，无有看捌，后来无录出的书，啊，无有隐捌，后来无互人知吼，一定会让人家知道啦吼，因为吼。进前我伫
暗中甲恁讲的，恁伫爱革命的所在安那，恁得讲出来吼。啊，恁若伫耳孔听我讲的，啊后来伫厝顶吼，来报用吼，是在讲什么？耶稣伊要讲吼，这些奥秘我甲恁讲的时阵，是伫私下讲的，因为时间还未到。等我死，搁我上天了后，我伫私下甲恁讲这代志，恁得安那？细给去报用吼。好，这个是马太的情境跟路加的情境，无共款的所在哈。我们循着马太的情境继续去理解，所以才会去解释后面这个唔通惊哦，因为恁爱讲嘛，哦，恁要讲的会甲这个犹太人的信用群体无共款吼，甲因本来了解无共款，所以讲你唔免惊，唔通惊，迄个太身躯的。无法度抬灵魂的，你唔通惊。好，这个希腊文的语法是唔通惊，先讲哦。啊，爱惊什么货？会当甲你的身躯甲灵魂做伙被蒙伫地狱的，这恁爱惊。好，就是讲你唔通惊遮的人，甲你威胁。想象哈，把它想象成法利赛人，想象成那些祭司哈，你唔通惊遮的哈，因上济会当抬你的身躯，无法度抬你的灵魂。恁得讲，爱死去报用，我甲恁讲的。啊，恁若因为惊遮的人，啊唔敢讲，顶倒吼，迄个会甲你的身躯甲灵魂被蒙伫地狱的，哦，那个才是你要害怕的，好，那个才是你要害怕的。啊！你唔通伫即个世上，恁遮我的学生吼，唔通惊遮个人，唔通惊受害，唔通惊去互威胁吼。因为什么？两只七鸟啊，敢毋是卖一分银吗？吼，两只七鸟敢毋是卖一分银啊？吼，啊毋过吼，若毋是被所应允的，啊，先互恁看即个一分银子是多少了吼。虽然那个翻译成1分银子哈，啊，不过它不是银子，它是铜币了哈，啊 ，Assyrian， 它是一个罗马帝国使用的铜币，党者诶，啊，伊个价值吼，就是1元罗马银币的1/16。咱讲过无？讲1块银币是价值什么货？我说那时候罗马帝国的工人。一般人几工的薪水，1元银币一工吼，1块银币就是一工吼，1工的工资算好的哦，是算好的。啊，这个他说这个 Assyrian 是1/16，怎么用16哦？1/16是偌济？如果我怎么这边要省哦？如果好换算成我们这里，我们台湾1天的工钱啊，那就给他算1600好了。如果是1600，就等于是什么？100哈，好，就100哈，你就这样去想象这个价钱哦，1600算很高了吧？1264啊。最低1264，好啦，就差不多80啦吼，去算了。等于讲2个麻雀的价钱看起来很少，啊毋过吼，若毋是上帝应允吼，一只七鸟嘛袂当去涂骹，他在讲的是你们是在上帝律例里面，在上帝的设立官吏里面。就是讲，恁所有的头毛嘛是上帝安那都算过，都数算过了哈。所以讲最后一个结论，恁唔通惊，唔免惊吼，恁比最七鸟啊较贵气。好，可是你要回去看哦，我要说这一段经文跟写伫路加的无共款，路加也用差不多的经文在描写，毋过毋是在讲这个意思。路加是在讲你们要
光明正大啊，你在黑暗中，你伫黑暗中做的代志，总有一天会被怎么样？好，被黑明出来吼。迄是伫路加的 context 情境内面在讲的，啊，毋过伫马太福音在讲的，毋是这个意思。马太福音在讲的，耶稣是咧交代这学生，恁得勇敢，甲我私底下甲恁教的这一切，伫时间到的时阵，恁得安那？吼，宣扬出来吼，好，而且伫用你伫耳孔吼听到的，吼，恁得爱伫厝顶，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屋顶是平的吼，迄个触电也是在宣布事情的地方吼，伫触电爱个宣扬出来吼，所以唔通惊吼，恁一定会受到迫害，啊毋过恁比最切鸟啊较贵气吼，连一只切鸟要落地涂骹上嘛爱上帝的应允，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吼，恁比最诶切鸟搁较贵气吼，所以搁继续下去。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灵的爸的面前要认伊。吼，啊，既然伫人的面头前唔认我的，我也伫我的天灵的爸面前唔认伊。各位这一句话你一直读下来，会觉得也没什么吼。可是你去想一个问题，头前你讲的是什么？一切拢伫上帝的什么？立你下面，对不？一切拢是上帝在掌管，对不？啊，毋过即句是咧讲啥？虽然一切拢伫上帝立你下面，啊，毋过你做的决定 ，it matters， 嘛是有影响的。吼，虽然一切拢伫上帝掌管下面，啊，毋过你伫世上你所做的决定。是有大影响。你若决定安那，伫人的面头前无爱认我，我伫我天灵的爸面头前，我嘛安那无爱认你。你若做出一个决定，你伫人的面头前，虽然惊吓，虽然会受到迫害，你认我，啊，我伫我的爸面头前嘛认你。这刚好是一个辩证吼，正反合。什么意思？就是讲。伊头前强调的是，一切拢伫上帝立你下面，都是上帝在管理。可是他不是在讲你无责任，好，你仍然要负起你的责任，好，不是讲啊，好像很宿命啊，反正安那，上帝会处理啦，吼，好，不是，你伫你的责任顶面，吼，你还是要去做你的决定，吼。我常常在讲，吼，各位兄弟。什么是最坏的决定？什么是最坏的决定？就是对，教会上就是不做决定了哈。好，你不爱做决定的是最坏的决定啊。好，你没有去投嘛，结果你就变成那130万里面的哈，你变成挺寒的哈。所以你不做决定哈，你会被决定。好，你知道不哈？不做决定就是最坏的决定。啊，你讲啊，我若做决定啊，常常我的经验是，我会做出一寡错误的决定啊，是不是？会不会？会不？做出错误的决定很好啊，因为你这个做出一个唔对的决定，你在下一次类似的情况，你就知影安那啊，继续做。你就回避一下嘛，要躲一下哈，你就知影唔通搁做这款同款错误的决定吼。其实各位兄弟，咱就是一直咱的性命就是一直伫迄个错误的决定内面，咱咧成长，我们在成长，咱是咧 try and error 吼。好，所以你唔通惊，不要害怕做决定吼。常常讲咱甲咱的朋友亲情一群人做伙，啊，即摆要讨论讲啊，等一下要去食啥物货？啊，咱上济听到啥物答案？随便对无吼？随便凊彩啦，吼。啊，恁敢真正是凊彩？敢真正随便？啊，咱学生等一下要食啥？恁跟我说随便，我说好，啊，食麦当劳。啊！个好嘞。问错人，
你们要演一下戏了，讨厌哈。啊，我要问妈妈那边的啦哈。哎，头脑不好哈。哎，啊你还在边边讲随便，啊你即马我讲一个，你较无爱。所以你是不是真正随便？你敢真正凊彩？唔是啦，你心内有你的意爱，啊，毋过你无爱讲。问题伫遮，搁兄弟，你想要无爱讲你的意爱？你有心内有一个拍算，你想要食的，啊，毋过你无爱讲，人甲你问你讲凊彩，你想要无爱讲？因为你咧等啥物？等别人讲你心内意爱啦，啊，我讲麦当劳无，啊，讲龙贤居啊，无，啊，讲到啊来食意大利面，好。吼，安就表示你本来就是安那，想要食意大利面。啊，毋过问题伫遮，你有你的意爱，啊，人甲你问，你想要无爱讲，你是咧等人讲，为什么？为什么啦？什么不用付钱，还是要付钱呐？哎，哥兄弟，你甲你问，你要回答呀。你心内有你的拍算，想要人甲你问，你讲凊彩，什么？哦，温良恭俭让哦，啊，相怨哦，各位兄弟，其实吼，你不想负责任呐，你会惊讲吼，啊，即个你讲要食意大利面，啊，等下来去食，大家食了安那，不好吃会怪谁？啊，你讲的，啊，即摆别人讲，你讲安那，好，啊，出问题骂谁？他都喺咧讲的。其实咱常常不想负责任，所以咱无爱做决定。啊，毋过刚好相反，各位兄弟，人拢伫负责任的情形下面，靠法度成长。意思就是说，各位兄弟，你一定爱做决定啊！你要勇敢的做决定，你一定爱做决定，好，啊，你做决定才会承受这个责任，承受责任，你性命较会成长，好，所以。不要再随便讲凊彩啊，好不好？好啊，不然接下来茶经班要查哪一卷？凊彩了哈。好，即摆下面这段就是最困难解说的所在啊吼。他都要讲着讲，所以恁无得惊，恁比做切鸟啊较贵气哈。哇，32节，所以不。32到33讲完了哈，基本上是34节哈。无得拍算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哈。奇怪啊！耶稣你毋是 peacemaker， 你毋是和平之子。啊，你看写讲无得拍算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我来毋是要互伊和平，是要安那？就是黑罗刀剑，哦，我是带刀剑来的了哈。你把它刀剑的凶加罪是冲突哈，冲突。啊，毋过，较会安尼，耶稣不是和平之子吗？毋是 peacemaker 吗？耶稣来毋是缔造人甲上帝的关系安那和平，啊嘛，互人甲人的关系和平。啊，是安怎耶稣直接讲安尼？我唔通想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我来唔是要互伊和平，就是黑了刀剑。好，他干脆讲清楚一点了。耶稣很会举例，我来吼是要安那？是要互囝甲伊的老爸绝情吼，查某囝甲伊的老母，啊，新妇甲伊的大家也是安尼。也是这样子，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己家内的人。哇，安尼这耶稣卖来好啊！伊来是要互人甲伊的老爸绝情呢，查某囝甲伊的老母绝情，新妇甲伊的大家嘛是同款绝情，人的对敌变做是家己家内的人，其实各位兄弟，我常常说我们是外邦人哦，咱是外邦人，看这看无看这看无。你若是犹太人，你就会发现旧约
旧约的弥迦书弥迦书7章6节，写一模一样的书，伊写啥物货？伊弥迦书7章6节是咧写犹太人因望迄个末后的日子，末后审判的时，伊讲末后审判的时是安那？上帝再临是啥物代志？囝会安那？会灭死伊的老爸，查某囝是误结，误结伊的老母，新妇误结伊的大家。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己家内的人，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就是讲，这个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知道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上帝审判来的时阵会是这个样子问题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其实耶稣伊咧讲伊大来得利他有讲过一些不同的比喻记不记得那个酒囊、酒袋？酒囊放袋，你倒酒的袋仔啦。伊讲安那？伊讲新酒要怎么样？爱用安那？新的袋子装，旧酒安那？陈酒旧的用安那？旧的袋子装。为什么？为什么？它那个酒袋是用动物的皮做的，动物的皮做的袋子，迄那用伤久，伊会较打起，会干掉，没有弹性。没有弹性，最好就装已经酿好的酒，更这久陈酒不会再继续发酵了。你拿装新酒，新酒会怎么样？你知道那葡萄酒是酿造酒它会继续的怎么样？会发酵，所以它那个你用旧的旧皮带去带会给你怎么样？会给你撑破，赶快的代志一样的东西。所以耶稣讲，你得要用新的容器，你得要用新的容器来带我的得力啦。我带来的得力是非常的 dynamic， 是你承受不了的。你要用你的旧的思维，你这个旧容器，哪边整我的新的得力，你会被我怎么样？你会被我毁掉。看下这是耶稣的提醒。你用这个来想这个里，用这个来想这里，为什么想要做耶稣讲，我来不是和这个地上和平？因为你若是用迄个旧的思维，你就承受不了。不过，检测伫你的厝里面，若有其他人是新的思维，安尼以新的思维，伊有法度接受我的理论、我的道理。不过你旧的安那，就产生冲突了。耶稣要讲的是这不过你会发现，哇，你讲安尼就好，你可以愈讲愈严重去讲安那。37节，你若听爸母，过头听我的，袂堪伫伫我。听囝、查某囝较赢，过头听我的，袂堪伫我。我们是和本是翻成不配做我的门徒原文没有这样写没有写门徒不配做我的。比较好的翻译就是无属于我的不属于我的所以呢，汉字本翻得很好，袂堪伫我不配啦袂堪伫我哇，这个耶稣是咧讲啥？我若听我的爸母、囝儿、查某囝过头听你，袂就跟耶稣是无关系。这个耶稣会不会讲得太绝？回答我啦。很绝，对不对？怎么是这个样子嘞？各位再来想一下，我们来想一下，这不就是十诫吗？
这是不是十诫的第一条？十诫第一条讲什么？除了我以外，你袂使有别个上帝。第二条什么？袂当为你家己雕刻偶像。好，我们停在这里哈。第三是唔通乱三称呼我的名哈。其实十诫的1到4是同样的概念哈，一直到安息日哦，都是一样的概念。呵，看下这，其实这个就是10条解头前这第1条跟第2条的概念。咱基督徒一直抓做讲，唔通为恁家己雕刻偶像，哦，不可以拜偶像。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就是那个观世音嘛，对不？弥勒佛嘛，好，那个什么什么宇宙尊者，你看我在跟我讲，啊，好，哎，那个才是偶像嘛，对不对？其实不是啦，什么叫做偶像？任何存在，任何存在，好，任何的存在，会当取代哈，大家边那讲，会当取代，我安尼讲，会当取代，对哦，吼，上帝伫你生命的位置，position， 迄个位置，迄个地位，迄就是偶像啦，好，就是任何的人事物概念，因来当取代上帝伫你心头的地位，那个就是偶像。哦，所以你俩这是那些雕刻的吗？那些雕刻的完全都没有，不是重点，那些雕刻的都不重要。好，哦，什么可以取代上帝伫你心头的地位？迄就是偶像。好，哦，各位看这，其实到最后是不是亲情？是不是？你最难舍的是不是亲戚？是不是？是呢。好，虽然我今晚我家都不爱插我，哈，他们3个都不理我，哎，可是你还是很难舍，对不？好，阿姆哥耶稣是在冲下，他干嘛这样给我们那么大的难堪？这不是很为难吗？所以大家听耶稣。看贵，在北部找不见吗？家里找不见吗？要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刚才有没有听过我讲一个半夜3点接到一个男生打电话给我的故事？有哦。好，没有再讲一次。好，半夜3点哦，打电话给我，4号哥。然后男生就哭了，说：“救救我！哦，什么代志？”他说：“我女朋友跟我讲哦，在他跟上帝之间只能选一个。”但是我那个学生男生是基督徒啊，他女朋友不是基督徒，啊，每次都看这个男朋友这个男生都在聚会啦、做礼拜啊，都没有跟他约会，很生气的讲：“你给我做一个决定啦，看你要选上帝，还是要选什么？选我啦！好，你要女朋友还是要上帝？你做一个选择。好，你选上帝，我就走。好，好，这个男生就哭了。哈，这男生是很爱上帝的。4号哥怎么办？要选谁？好，我说你半夜3点打电话给我问这个，好。我就说好，你注意听，吼，我讲一解就好，听我斟酌，吼，你去甲恁女朋友讲，我要选上帝，不是啦，当然不是这样讲啦，你去跟你女朋友讲，讲清楚哦，你跟她说，我要在上帝的爱里面选择你，啊，有没有厉害？好，我要伫上帝的听内面啊啦，
选择你，安尼是选上，你选上啦。你知道这个女朋友的问题错在哪里？错在当她把自己跟上帝放成一个对等的地位，伊要叫人选一个的时阵，这是错的，因为人无法度甲上帝徛一个对等而且是对立的地位。上帝是上帝是大甲包含的啦，它是包含这个女生的啦，所以我袂因为选这个查某囡仔，就无去选上帝；我嘛袂因为选上帝，就放下这个查某囡仔。有讲清楚无？现在就把这个查某囡仔换成什么？换成什么啦？各位看这经文怎么写的？换成你的什么家人，你的亲人。所以耶稣是在讲啥？其实耶稣不是要你在二者只能怎么样取其一，不是。其实耶稣讲的是 priority， 那个优序啦。你若看重我上帝，你若看重上帝，其实你的亲人永远是你的亲人。不过你目睭若干那看亲人，其实你甲上帝的关系就疏远了。就是咱爱清楚，那个才是你的 ultimate concern， 你的终极的关怀，你上大上重要的关怀。我因为甲咱兄弟讲过，一个神学家德国裔的美国神学家，伊叫做田立克，伊讲什么叫做信仰？比例什么叫做信仰？信仰是什么？信用的是你的生命里面，那个终极的关怀，你生命里面上重要的个你所在意的，你会当为着迄件你所在意的，放弃任何其他的代志。伊讲，这就是你的信用。他这个定义很好，为什么？你就算你是无神论者，会不会有信仰？还是有啊。好，就是讲你的生命永远有一个啥最重要的一个，无管是人事物还是概念，一个存在。你去想象这个就知道了。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迄个除了我以外，你无使有别个上帝，迄个最重要的。你袂当甲其他任何的代志摕来取代迄个你的上帝。你这么做，你就失去一切。你会失去一切，连你以为你天条条的亲人也会失去。因为迄个上帝才是永恒的，在伊的内面，一切才得以保全，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一句话。后面最重要的结论是在讲啥？唔背家己的十字架内底，伫我的后面的。也袂堪伫我，也袂堪伫我，得到伊的性命的人，要丧失伊的性命，要失了伊，为着我失了伊的性命的人，顶多要得到伊。可现在你会当了解耶稣咧讲的这款吊诡的道理。因为这个上帝是永恒，你若选择这个上帝，你顶多是得到其他一切。不过你若看轻上帝，你去轻掉你伫这个世上任何你感觉重要的代志，其实到最后还是灭亡。不要以为各位兄弟，不要以为你若选择主耶稣基督。你得爱甲你的亲人分开，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你要记得那个半夜3点的电话，好不？要记得半夜3点的电话。重点是
当咱若选择是即个上帝正做咱的上帝时阵，其他一切就各按其职，其他一切就拢更好好伫遐。惊是惊咱摕任何的人事物概念来取代迄个上帝伫咱性命的迄个地位。咱若安尼做的时阵，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甚至你认为你牵掉的，你这很紧很紧，你牵掉的，一样也会失去。好，这是咱真做基督徒一世人爱去思考，一世人爱背白。你会认为你在牺牲，你会认为你得背是这个，可是事实上，这条路才是弯转的路。才是你可以得到一切的路啊！当然，重点不是你要得到一切了，重点是你甲这个上帝的性命，你的性命甲这个上帝来结连。当你的性命甲这个上帝结连的时，一切你认为好的，拢为你存留，为你存留。啊，不过你若为着一切你认为好的来放杀上帝。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到最后还是成功，会真最康。咱兄弟，咱彼此互相来提醒，包括我嘛同款，咱同心来祈祷。